各位主席，衣食住行，人生在世四大需求之中，住嘅問題始終係困擾香港。現屆政府一上場就立即撲向房屋問題嘅兩個大火頭，第一個係量，第二個係質。針對基層嘅需要，大力提速興建公共房屋，令公屋輪候時間明顯縮短。加上3萬個簡約公屋同2萬個過渡性房屋單位，令社會有底氣去處理居住環境惡劣嘅問題。眾矢之的當然係劏房，尤其係劣質劏房。但係公屋供應同劏房呢兩個火場有好大本質上面嘅分別。劏房呢個火場住咗背景好唔同嘅人，就好似有唔同特性嘅化學品，如果唔充分掌握各種特性同具體位置，就一鼓作氣咁衝入火場灑水，咁就隨時會令火勢蔓延，甚至爆炸。所以我喺處理劏房政策一開始諮詢嘅時候，就提出3點：第一，千祈唔好躁動；第二，要充分掌握數據；第三，要了解受影響居民往何處去。面對老大難嘅問題，呢屆政府從來唔缺善意同埋決心，兩者都係推動政策前嘅前提。但解決一個問題而唔會產生更大嘅問題，就需要細緻嘅分析同步伐嘅掌控。處理複雜嘅社會問題唔會有完美嘅方法，我哋總需要喺適當時候跨出第一步。處理劣質劏房問題終於嚟到一個重要嘅里程碑。簡樸房條例草案嘅目的係為出租分間單位引入規管制度，透過設定居住環境最低標準同設立簡樸房認證制度，令唔符合最低標準嘅分間單位得唔到認證，唔能夠合法出租。毫無疑問，條例草案嘅出發點同方向正確，相信冇人會唔想住好啲。但如果話住大啲同環境好啲，就要住貴啲或者遠啲，咁對於冇乜議價能力、處於社會底層嘅租戶，就會有好多問題。所以喺第一個審議條例草案嘅會議上，我已經就條例草案嘅政策重點同執行細節提出咗唔少問題同意見，當中包括局長嘅決定權、上訴期限、針對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同簡樸房條例草案兩者之間嘅關係點處理，尤其係2+2嘅居住權保障方面，我都係關注嘅。另外喺供求關係上面，我着力要求政府做好數據搜集，特別關注房屋局曾經喺事務委員會度提及過渡性房屋會由2萬個逐漸減到剩返1萬個。我最擔心嘅係，當過渡性房屋同劏房數量都一齊大幅減少，上唔到公屋嘅街坊有乜選擇？係食少啲、住床位、搬去唔合法嘅廠樓同黑市劏房，定係等社會福利署支援？正因為咁，喺唔同嘅場合，我都期望房屋局加強數據搜集。往前看，應該好好把握2026年人口普查嘅機會，做得更透徹、更準確咁掌握不適切居所住戶嘅具體情況。條例訂明簡樸房嘅標準同認證要求，兩者都會牽涉成本。撇開成本會唔會轉嫁俾租戶嘅問題，成本太高，要求唔清楚，都可能令一啲業主或者二房東唔將物業改成合法嘅簡樸房，進一步減少基層住屋供應。法例條文唔可能100%清晰描述具體標準要求喺實體場景嘅所有情況，所以必須有指引，唔單止俾業主知道，仲要令參與認證嘅指定專業人士清楚明白，避免審核上出現失誤同明顯偏差。須知道
當政府借助法例以公權力介入市場，尤其係法例賦予房屋局局長有權終止業主與租客之間嘅租約，咁隨後產生嘅問題就唔可能話留返俾市場自己解決。簡樸房條例既唔可以脫離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去睇，現實上劏房戶嘅去向亦都會觸及床位寓所條例同城市規劃條例、建築物條例同土地契約監管下嘅各類供應，一個蓋冚唔晒咁多個煲。我期望相關嘅法例法規檢討同時執行，能夠同簡樸房條例嘅推行相互協調並舉，堵塞同減少基層市民流向環境更差、更唔安全嘅居住環境。條例草案絕非一兩句就能講解，我唔準備喺呢度就住法例條文嘅遣詞用字逐一表述意見，但我必須感謝政府嘅團隊喺審議過程中耐心聆聽，盡力解釋。喺過去一段時間，我同唔少關注劏房問題同條例草案嘅團體會面，了解佢哋嘅憂慮。租戶擔心租金上升、供應減少、業主逼遷、政府停俾或者減少津貼、其他選擇地點唔方便等等問題，大家都耳熟能詳啦。而營運者包括業主就話唔知揾邊個話佢哋知使唔使改，要改乜？使咗錢係咪就一定可以改到合格？係咪負擔得到？會唔會做錯嘢要坐監？最後就係好煩啊！做咗改返轉頭有冇問題㗎？但係租戶同業主都同時唔了解，甚至唔知乜嘢係登記期、寬限期、倒數期。所以我希望政府喺法例通過後，都持續推展對業主、二房東、租客、代理人、相關專業人士同前線社區工作者嘅宣傳教育工作，將喺法案委員會盡力向我哋解釋嘅精神，伸延到社會上受影響同有角色嘅群體同埋人。宣傳教育做到位嘅話，就可以減少誤會、焦慮、猜疑。一方面減少不必要嘅退場，另一方面減少無良嘅剝削。但最重要嘅係避免有情有義嘅業主同租客因唔了解而分開。一本246頁嘅藍紙草案，政府同時用足心機逐字逐句解釋，亦都就住委員會嘅提問一一回應。需要同可以改嘅都已經喺今日俾大家審議嘅修訂度。我相信條例喺明年3月刊憲推行之後，喺執行層面仍然有唔少地方要依靠經驗累積，逐步完善。我亦相信房屋局局長會因應具體情況審時度勢，行使條例賦予俾佢嘅權力，改善劣質劏房居民嘅居住環境，提升佢哋嘅幸福感，翻開香港房屋政策歷史嘅新一頁。主席，本人謹此陳辭，支持通過簡樸房條例草案。